呢個單位就係我樓上俾收購咗嘅，咁你睇下佢嗰層樓變成點樣？我覺得好似個計時炸彈喺我樓上。但要維修唔係個個業主都肯夾錢。咧就呢一戶咯，法團嘅集資錢啊，從來都冇交過咯，就係唔做維修，乜嘢都唔跟㗎啦。佢可能第一優先一定係收租，但係喺大廈嘅一啲公家地方嘅日常保養啊、命令處理啊，可能佢哋會完全唔理。但幾個業主唔肯維修，就成棟大廈齊齊告。呢樣嘢就困咗幾廿年都係咁噶啦，你告死佢都冇用。樓係舊係要維修，佢係知，但係佢冇錢維修啊嘛。維修咧係我哋業主嘅責任，但係咧就住呢一啲唔配合嘅業主，管理好呢啲業主咧，都係我哋政府嘅責任。歡迎收睇新聞透視。辛苦咗大半世人，儲錢買層樓，有個安樂窩，但都唔係一勞永逸。法例規定30年樓齡以上嘅舊樓，每10年要做一次驗樓同大維修，每個業主閒閒地要夾幾萬蚊，甚至係10幾萬，支出都唔細。如果遇到隔離屋唔肯夾錢，可以點算呢？黃太住喺灣仔一棟唐樓，平時經常上嚟大廈天台打掃。雨季就快到，呢日佢再檢查埋防水墊，確保冚得晒成個天台地板。每年雨季去水位都有機會去唔切水，大約10年前天台更加開始漏水。為咗減低影響，黃太唯有喺天台度鋪防水墊。原本諗住頂住先，點知一鋪就鋪咗5年幾。其實一定係治標唔治本㗎啦。即係而家已經係爛啦，佢啲水咧都會射向側邊滲走啊。其實我唔知佢塊布入邊個位都係漏，即係呢個天台一日唔處理咧，就一日都真係冇覺好瞓。呢個單位就係我樓上俾田新收購咗嘅，咁你睇下佢嗰層樓變成點樣？入邊都係露晒鋼筋㗎啦。漏水問題有幾嚴重呢？黃太帶我哋去天台對落嘅單位睇下。2012年呢個單位連天台俾投資者收購，黃太話從此就冇人打理過。我覺得即係好似個計時炸彈喺我樓上。如果我天台再唔處理漏水個情況咧，咁我真係唔敢講幾時會跌啲磚頭落嚟咯。如果我哋個天台唔做即係鋪嘢咧，我諗啲等大廈咧係捱唔到今時今日仲可以喺度住。再落一層就返到黃太屋企。佢話樓上單位丟空唔夠1年之後，漏水問題已經蔓延到佢屋企，困擾咗一家人10年有多。嗰啲灰咧已經係冇晒㗎啦，你睇下係露咗鋼筋嘅，俾你睇下。我哋已經係揾師傅咧，即係幫我哋咧抿咗紅毛泥嘅啫。咁啊，但係咧都做唔到乜嘢，因為佢都始終都係滲水㗎。其實我想瞓知瞓啫。咁多年嚟，黃太一直想處理天台漏水問題，點知佢聯絡天台業主，對方話天台深層防水層係公用部分，應該全座大廈一齊夾錢去維修。佢於是聯絡其他業主，部分人就覺得天台漏水唔關自己事，結果推嚟推去，搞咗10年都維修唔到。其實就係某一啲業主係比較自私咯。咁而家係我哋呢邊天台漏水啫，唔係對面單位樓上天台漏水嘛。咁佢覺得佢嗰邊都冇漏水，點解佢要夾錢咧？咁所以而家我咪即係唔知道可以喺邊度去。唔知揾咩部門可以幫到我哋咯。2023年，本港有超過2萬棟舊樓樓齡達到30年以上，其中9600棟樓齡更加超過50年。為咗確保安全，
屋宇署同消防處每年都會揀選過千棟舊樓，向業主發出驗樓令同消防令等等，再根據結果睇下使唔使強制大廈跟進。7點鐘，而家都齊人啦，可以開始啦。潘女士係土瓜灣一棟唐樓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呢一日佢同大廈其他業主一齊開會，睇下點樣跟進消防令。咁如果83唔同意，咁我哋要出埋錢做埋嗰份啊？係啊。不過呢個題目佢哋其實已經傾咗幾年，但都仲未行動。原來法團只係代表半棟大廈嘅業主。而另外半棟因為屬於另一個街號，需要成立另一個法團。潘女士話：嗰邊好多業主都係收住租等重建嘅投資者，根本唔肯俾錢做維修，甚至唔肯成立法團管理大廈。呢啲舊樓有好多業主都唔係住喺度嘅，咁我淨有租收得啦。咁有啲係交俾地產收租，我唔理你㗎，淨係識得喺度推卸責任俾人啦，淨係識得攞利益咯。你業主有業主嘅責任㗎嘛。你唔係話攞買咗層樓翻嚟，我乜嘢都唔使理㗎，你哋其他人幫我搞掂晒就得啦。相反，潘女士就好想維修，因為之前大廈冇遵從電力年檢，已經收過政府告票，令到佢擔心今次又會再俾政府告。但係幾年嚟，佢揾過區議員同唔同嘅政府部門幫手協調其他業主，但係始終冇共識。咁我成日都話我反對。你哋做啊，我抗議啊，乜咁，爭1毫子都好似好大個天咁嘅，好似我哋貪咗1毫子咁嘅，唉，即係有時呢啲位真係好話齋，做義務義工嚟嘅，呢個好似話齋行出行入啊，時間啊，車錢啊，其實佢全部冇 cam 過任何嘢，仲要俾人咁樣話呢，有時真係好點講咧，好掹陣啊，好嬲啊！關浩洋係九龍城區區議員，呢區舊樓多，佢不時會落區巡下。呢啲公家地方嘅外露嘅線咧，係需要有啲防火物料包起佢。咁所以都從呢度我哋可以估計到呢棟大廈嘅消防令應該係未取消嘅、未處理嘅。不過大廈唔止未有跟進消防令。就連2014年收嘅驗樓令同驗窗令都拖咗11年未處理。公家地方嘅牆身係唔同嘅原因嚟撲出嚟。咁其實呢啲如果真係喺個維修命令入邊咧，呢啲一定要做嘅。再行上幾層，佢發現呢個位同上次嚟嗰陣見到嘅間隔有啲唔同。佢喺呢個單位入邊。就呢度間咗間劏房，咁就係喺呢度咧就開多道門出嚟，唔係自住嘅業主咧去用嚟出租嘅話，通常都會係間劏房。但佢話經營劏房以外，投資者大手掃入舊樓單位，更大嘅目標其實係等收樓重建。佢會有一個我哋叫做 bargaining power， 係啦，咁樣去同有心去真係收呢棟嘅發展商咧，去嗌價，因為我大份，所以佢自己嗌價可能會嗌比一般嘅單位會嗌高啲。咁其實都係利益所在。不過一心等重建嘅話，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根據土地審裁處資料，2018年到2020年樓市高峰期，每年大約有35到39宗強拍申請。不過到咗2023年就跌到得5宗。舊年更加只有1宗。譬如話好似疫情啊，好似持續一啲地緣政治嘅一啲爭拗啊，或者一啲不和啊，喺個經濟復常嘅步伐裏邊不似預期啊，令到大家做生意咧好多環境上邊咧，亦都預期唔同晒。咁變咗呢一樣嘢咧，我諗會令到就係發展商個佈局部署咧，又都完全唔同晒。根據立法會文件，2013到2022年間，樓齡達到50年或者以上嘅私人樓宇增加咗5100棟。不過同期重建嘅舊樓就只係有1600棟。從建築度追唔上老化速度，
歐建強相信業主對維修嘅分歧，最終有機會影響到社區安全。當物業開始越嚟越舊咧，佢產生嘅問題可能超出咗你以往嘅一啲預期，需要去做一個驗樓啦。咁呢個動機其實真係最關注就係嗰個安全係數、安全性嘅問題。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冇符合到呢樣嘢做唔到咧，咁呢樣嘢我諗對嗰個公眾安全亦都擔心。一直關注舊樓重建嘅陳劍青呢日到深水埗考察，佢其實基本上統一到90%㗎啦。你見到佢其實可能成棟就唔知係咪做咗某一啲酒店式或者服務式住宅咁樣嘅。呢座大廈4年前被投資者收購，不過暫時未有重建時間表。陳劍青話：近年發展商少咗啟動新嘅重建項目，買樓等重建嘅中小型投資者計劃可能被打亂。期望可能可以有一啲重建嘅利潤，咁其實可能個時間佢就會要再等耐啲啊，係一個幾矛盾嘅狀態啦，係啦。究竟其實啲即係業主係咪要維修好，令到佢本身變另一個用途咧？我哋唔好諗重建咧，定還是其實要點做咧？陳劍青覺得喺舊樓生活嘅人同投資嘅人利益好唔同，政府有需要介入。會唔會多啲一啲規則或者規範，令到其實重建嘅過程都唔會咁影響到本身個社區嘅人嘅生活咧？咁樣即係唔會透過好似空置都作為一種策略，去好似逼走本身原有嘅一啲業主或者租戶咯。其實係欠缺咗嘅一個部分嚟。咁政府出手資助業主維修，甚至落手幫佢哋維修，又係咪解決到問題呢？我哋下一節再睇。2010年馬頭圍道冧樓事件之後，屋宇署喺2012年全面推行強制驗樓計劃，確保舊樓安全。但係過去3年，政府就已經批出近6億資助業主維修，用咗咁多錢，但係仲有唔少業主唔做維修。而家嘅做法係咪對症下藥呢？好靚嘅呢隻，淋多啲水就得㗎啦。賴榮春喺太子開咗呢間花店30年，經常會同客人分享種花嘅心得。呢啲擺窗台都得㗎。20年前佢買咗呢個地鋪，之後除咗顧生意，仲要顧埋大廈管理問題。去到4年前，大廈第一次接到驗樓通知書。雖然佢哋當時有互助委員會，但係大家都唔知點樣處理。具體點樣做咧，就唔係好清楚咯。因為呢啲互助委員會咧，大家都係屬於一種業餘嘅性質嘅，佢哋又要返工啊，又要做其他嘢嘅，咁啊亦都唔係好專業，冇搞過呢啲嘢，咁所以咧就變咗呢個過程咧反反覆覆，唔係唔想去做，大家都好想去做，但係有啲都唔知點樣去做。大廈今年終於開始大維修，賴榮春話拖咗4年，其中一個原因係業主好難達成共識。因為我哋呢棟大廈之前亦都整過嗰個渠啊，嗰個坑渠咧塞啊，嗰啲糞便咧谷到晒喺呢個鋪頭度，咁啊最尾都係我自己出錢去搞，搞咗之後咧即係大部分都願意嘅，有個別都係唔願意俾錢嘅，啊都會有嘅，咁你焗住冇辦法啦，你一定要搞啦，你鋪頭嚟噶嘛，係嘛，影響衞生噶嘛，始終都要做啊。潘女士住喺土瓜灣一棟唐樓，亦都係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呢日佢同秘書巡樓跟進大維修嘅進度。呢埲牆咁樣叫做可以完工嘅，我真係冇嘢好講咯。你睇呢度就係大維修員，政府大維修員，呢度都 OK 嘅，但你上邊一笪笪。政府係喺舊年年底出手幫大廈驗樓同維修，之後會再向業主收翻錢。原來大廈4年前已經收到驗樓令，但係因為揾唔齊業主夾錢，一直都冇做到。呢就呢一戶咯，
從來都冇我哋法團嘅集資錢啊，嗰啲從來都冇交過咯。做基本嘅維修你都需要付錢嘅，但呢個係投資者，佢唔睬我哋啫，我哋揾到佢，我哋聯絡到佢，不過佢全部黑晒我哋，唔睬我哋啫。解決咗維修令，但係大廈仲有消防令等等拖咗13年都未處理。潘女士話：而家法團打算自己出錢做住先，之後再透過小額錢債向其他唔肯夾錢嘅業主追討。我就係唔做維修，乜嘢都唔跟嘅啦。你哋法團要集啲咩錢我都唔理嘅，從不過問。總之你唔好叫我俾錢就得啦，你咪追咯。最小額錢債追你都一段時間啦，個後果係咪真係追到？大家都唔知道，你咪追到嚟先算啦。我都唔理你咁多嘢啦。咁緊張係因為大廈之前冇遵從電力年檢，已經俾政府告上法庭，結果所有業主都要一齊罰錢。最後限期唔得嘅時候咧，佢就會告我哋噶啦，俾張罰款單俾我哋啦。你未做，佢就罰你錢，佢都唔需要你嘅任何解釋，佢都唔會你話你哋呢邊肯做，嗰邊唔肯做，佢唔會。總之一齊罰。咁誒對我哋就好唔公平啦，我就覺得你咁啊好冤枉咯。阿婆生火嗰時啊？係啊，但係個阿婆唔買啊嘛。歐永華嘅地產公司35年嚟一直收購舊樓，再轉賣俾發展商重建。而家佢手頭上有唔少舊樓單位，部分長期空置。投資者被指唔肯夾錢維修，歐永華就話揾唔齊其他業主嘅話，佢俾錢都冇用。夾咗錢，然之後嗰個維修公司先去做一個維修噶嘛。我哋只能夠係做翻盡我哋嘅責任，亦都游說啲業主，就變咗咧就盡快去解決呢啲存在嘅問題。畢竟嘅業權都係佢哋噶嘛，我哋嘅權力有限啊嘛。屋宇署話，截至2024年底，有2900棟大廈逾期未遵從驗樓通知書，署方向當中2850棟發出警告信，但係只有320棟被檢控。70宗罪成嘅個案當中，平均罰2636蚊，最高罰36580蚊。其實咧，你告佢都係告。呢樣嘢就困咗幾廿年都係咁噶啦，係嘛？你告死佢都冇用，你即係根本係個結構係個問題嚟嘅。譬如佢層樓係舊，係要維修，佢係知，但係佢冇錢維修啊嘛。咁你只能夠政府同通過乜渠道乜辦法去資助佢哋嘅啫。Hello， 翁小姐你好啊，關浩洋議員啊，係上次你哋大廈嗰個消防命令要上法庭嗰度咧，我哋封求情信 draft 咗俾你哋㗎啦，睇下你幾時過嚟。關浩洋係九龍城區議員，最近佢幫緊一個因為冇遵從命令而被控嘅大廈業主寫求情信。佢話而家好多時都係一個業主唔肯俾錢，全部業主一齊被控。法理基礎係咁樣，雖然感官上嗰班好付出嘅，好唔公道，但係我哋只能夠去到上庭嗰一 part， 我哋為佢哋寫翻一個我哋接觸佢哋、幫過佢哋嘅過程，令到個官俾佢知道，哦呢班業主曾經付出過、努力過，亦都同相關部門講，可唔可以喺佢哋遞交上去檢控嘅文件入邊，都能夠特別寫翻。就住呢個情況，我哋舊年9月向屋宇署查詢，屋宇署當時回覆話，如果接獲舉報有釘子戶等嘅業主唔合作，以致大廈未能夠遵辦驗樓令等等，會考慮檢控個別業主。過咗大約半年，屋宇署最新嘅回應話，已經就一棟大廈嘅其中2個業主提出檢控，正係等候法庭聆訊。係針對性，係向一啲落釘嘅人士啦，或者係公司發展商咧，係向佢哋嚟去精準咁樣係發出告票，亦都去處罰佢哋，亦都加重罰則，讓到佢哋係要醒覺。就住呢一啲唔配合嘅業主，管理好呢啲業主咧，都係我哋政府嘅責任。而我哋政府手上係有好多把尚方寶劍，必須係要用好佢。根據立法會文件，2023年全港有9600棟樓齡50年以上嘅私人樓宇。不過政府每年只係巡查360棟，
有需要嘅時候出手墊資做緊急修葺工程。而截至2024年，樓宇更新大行動2.03年內批出近5億9千萬津貼，3599棟樓宇受惠。呢棟大廈收咗驗樓令11年都未跟進，而隔離一棟相連嘅大廈就獲得政府先墊資維修，已經開始咗工程。梁希一直跟進呢座大廈嘅維修，不過佢話政府長遠應該對症下藥，勒令業主自己做好維修。直接係入場啦，係治標唔治本，因為目前政府其實係一個機制嘅，就係若然呢一啲嘅三無大廈係收到一啲 order 而係相對係嚴重嘅話咧，佢係可以勒令呢一棟三無大廈去召開一個業主嘅一個會議，去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而家嚟講法咧，都唔係話成日有用到呢一招啊。關浩陽就強調，業主有責任做好大廈管理，唔好諗住樣樣靠政府。如果真係所有嘅大廈都要政府咁樣去做嘅話咧，我相信市場嘅承受能力係冇可能負擔到，亦都俾業主可能有一個錯覺嘅，係啦，有咩事政府包底咪得咯，嗰個物業嘅價值係你嘅，但係管理嘅義務都係你哋嘅。坊間曾經咁講，喂，咁政府乜嘢都幫你做晒啦，咁到時呢層樓賣樓，你會唔會分翻俾政府啊？咁樣，咁大家都會反思一下，大家嘅責任喺邊度咯？政府預計去到2042年，樓齡50年以上嘅私人樓宇會增加到22,900棟。點樣可以確保社區安全，大家安心出街？相信政府都要諗下辦法。今集新聞透視講到呢度，再見。